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9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头转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民众党郭文哲也有国民党侯友宜伫早暗，因拢有去参加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侯友宜是表示，伊会做台商的靠山，用交流来增加理解。也若郭文哲是认为讲，要对中国重新开放，就要有规划，要有 SOP。侯友宜一定用交流增进理解，所以我们不要的是战机，我们要迎来客机。我们不要危机，要的是商机，希望找到一个和平的好时机。大陆的重新开放还是要有规划，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部开放，一切按部就班的。就好像这个侯友宜说他一个法要直接处理，我倒觉得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要先处理，按部就班，按照 SOP 做事。两个总统参选人到位的时间无同，郭文哲和侯友宜是共场无共台。那郭文哲的副手吴欣盈冇到位，伊伫随时表示，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是伊的外公柯信发创立的。那理事长邝显盈是伊的阿舅，伊感谢企业界对伊的支持甲鼓励。那伫郭文哲和吴欣盈离开了后，侯友宜到现场，理事长邝显盈是伫台顶牵侯友宜的手，大声发动选。那民众党郭文哲昨昏嘛表示，有人甲讲愿，伊若是愿意做副手，安尼就要互伊美金2亿。郭文哲办公室阁讲，这款消息是对国民党传出来的，是有引起议论。即马侯友宜的副手赵少康就爱郭文哲话就爱讲互清楚，要不过郭文哲回应讲，选举的期间变成一大堆，无需要一个去讲。亲信颁奖予赵宗仁，副总统嘛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大清德，参加创业模范和创业双副奖的活动。理事讲，要帮助企业来做所谓和净零两边的转型，和台湾变作台商生存发展的根据地，嘛会支持创新创业。那主要是要针对人才培育，还有资金的取得，还有法制的松绑。另外呢，也提供试验的场域，让台湾的创新创业能够跟国际接轨。总统府28发布总统令，萧美琴是准时驻美代表。胡芳讲，新的人选确定了后会正式公布。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参加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的联谊晚会，不过最近真侪民调是显示民进党大小配同款是领先的，民进党的郭英配是较落排伫第3。赵少康嘛直接讲，侯康配的少年人支持度伤低，要开放5间学校的邀请演讲，直接来面对少年人。我们开放5个学校，邀请我我都愿意去，而且魂素不均，随便你问什么，我绝不回避，任何一题都不回避。民进党的郭文哲虽然和侯友宜是参加同一场活动，但是煞无同台。那要伫总统选战，即马是咧拼家己的，但是郭文哲讲有国际的骗子讲，若愿意做副手，就予伊2亿美金。郭办阁讲这消息是对国民党迄边来的。赵少康爱郭文哲爱讲个清楚，莫变鬼变怪。那种骗子他是布局很久，选举期间是这样的骗子掮客都很多。早上陈善就有说是跟党相关的事。好了，这条就不要问了。民进党唔拿面对外口的挑战，党内嘛阁传出有中华县议员宣布退党，郭文哲承认那被合破局就是一个原因。面对这个困境，民进党爱重新出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伫咱台湾各地也有平湖、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温度的方面，早起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的鲤鱼潭是12.7度。也若北部、东半部今仔日低温是16度至20度，中南部的低温是21度至23度。也毋过日时开始温度会变较悬，高温伫今仔日，云林以北、东半部高温大约24度至28度，会感觉较温暖、较舒适。啊，若嘉义以南温度搁较悬一点有29度至30度。雨水的方面，早起落雨主要是伫北部的山区，也有东半部。也毋过暗时开始，大台北地区、基隆、宜兰、桃园，也有
台东的南部、屏东的南部，拢会开始落雨。明仔载拜四，阁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到位，规个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也那宜兰也阁有北部山区，雨嘛落较粗，乡亲就要细致。最近，伫国际上 H5N1 高病原禽流感的疫情是真严重。伫咱的云林古坑嘛出现今年入冬了后头一站2家场确诊 H5N1 的案例。27日时已经甲15000多只鸡仔装灭掉，也那35000多粒卵嘛拢已经处理好势。农业部是表示，咱今年有提早准备，今年的拍种鸡，咱的进口数量会增加到33万只。若是两家受疫情的影响有减少，安尼就当随补起来。防疫所的人员无用家鸡处理掉，把鸡卵集中销毁。云林古坑一个饲鸡场，这个月2日通报因饲鸡场的鸡有过样。结果采检送验，25确定去喂到 H5N1 禽流感，这嘛是今年国内入冬了后头一个 H5N1 禽流感的案例。所采取的这个养殖方式是属于立体式的一个养殖，整个这个鸡笼的高度超过3公尺，所以在整个扑杀的过程里面是相当缓慢的。那总数11374只的这个蛋鸡羊，我们花了3天才把它扑杀完。防疫所表示，这个饲鸡场今年4月份才完工，饲的嘛是头一批卵鸡，而且拢总加15400只鸡，还佫有35000粒鸡卵销毁，营养禽流感高风险的时期。农业部讲，今年进口拍种的鸡总量为26万只，提高到33万只。过去以往我们总计进口大概1年大概是26万只左右了哈，我们今年一进到将近33万只，总计进来多的话，就是会填补因为它的损失。农业部表示，秋冬较有禽流感的情形，今年除了提高进口拍种的鸡的数量来提早应用，嘛会观察禽流感疫情的情形。欠卵若是严重的时阵，也有澳洲进口卵来补，嘛有针对饲鸡场设施的补助，辅导业者改善环境，减少感染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变寒，鸡仔感冒，人真侪人嘛去喂着。亲像中国最近呼吸道的感染就真严重，外界即马烦恼讲会亲像新冠疫情同款向全世界传开。虽然疾管署是表示，即马咱国内亲像流感的疫情是其实是连续7礼拜拢在降，因为病院内底的白肠菌疫情嘛，敢若是极度的流行，无亲像中国遐尔严重。所以即马咱会伫机场、港口加强戒备。另外，咱疾管署伫今年嘛有检查出22个本土的富伤寒病例，这是10年来降级的新高，大部分呢拢是甲食青蚵仔、沙西米、在海产有关系。爱食青海产爱注意，卖各老各土变做病。疾管署发布警讯，今年是小连续检出22例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创10冬来降级的新高。一寡个案有青食蚵仔含沙西米的状况，发生地大多数拢伫个渔港含餐厅等等。其中北部一个50几岁的查甫人，因为着眼住院，闹个真厉害，采检了后确诊伊是胃着富伤寒。感染管阁在调查死因起源。陪病家属采检是阴性啊，其他同病房的人员也没有疑似的症状，所以这个感染来源目前研判是不明。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唯一一个这个在富伤寒共病，然后有这个死亡的个案。另外，在中国最近是爆发多种呼吸道感染病，至少有7种病毒同时在流行。外界烦恼讲，国内敢同款有这种情形？疾管署讲，国内类流感去看病的人已经连续7礼拜降落来，病因为中困的疫情嘛，敢若极度的流行，才无到一拍无亲像中国安尼一直撑起来，但会加强机场港口的戒备。我们就还是以这个加强这个机场港口的戒备，以及就是提醒这个往来人员注意打疫苗跟个人防护为主要的这个防治措施。疾管署强调讲，若是出现不明的感染源，也是已经知影病源，但是有无事上的动静、临床的表现增加等等，会进一步来采取防堵措施，譬如讲管制边境，但是目前还未到这个阶段。另外，根据统计，27一天有超过6400人次来自新冠疫苗 XBB， 从月中以来一天住的人上侪记录，可能是因为中国疫情相关消息，互民众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届会议30日时，明仔会伫杜拜举办。会前即马是风声讲有文件外泄外流，这是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计划要利用因主办国的角色，甲其他国家来讲新的石油甲天然气的交易。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即马全世界各国拢拍算伫这个世纪会要来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所以即马碳交换市场就互看作是一个大商机，尚无有上升用美金的市场。也毋过因为认证无老实，也有一寡企业即马策略已经改变，所以2022年是出现10年来头改起草求水的现象。分析师即马就指出讲，若是技术无法度突破，也个2030年市场的规模，即马有可能敢若会剩150亿美金。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咱台湾最近这几年有向美国买真侪武器，这真侪项军备即马是进入交会的高峰期，所以按明年开始，咱有38台 M1A2T 战车，也个11套新马苏导攻火箭系统，全部拢会送到咱台湾。那咱的陆军伫明年元旦开始，卖陆续派114个军官去美国接受训练，训练煞了后来做咱国内的政治高官。经过一份国际调查，咱台湾学生的公民素养，伫全世界24个国家内底排公民认知的第1名。包括讲，这学生囡仔对移民人权、族群，抑个性别平权，抑个环保意识，这表现拢真好。也毋过呢，咱台湾的学生囡仔伫校外参加活动这方面，是比国际平均也搁较低。除了课本内面的知识以外，台湾的学生伫咧公民素养的表现如何？根据2022年国际公民教育加素养调查研究显示，伫全球24个参加调查的国家内面，台湾8年级学生伫咧公民认知测验的整体平均分数是583分，排第一，国际平均大是508分。相较于欧洲国家的民主发展，我们台湾的民主发展其实是比较短时间的，就是说以时间来比较的话。但是我们的学生在这里的表现完全不输欧洲民主国家的学生，包括在移民的人权、族群加性别平权、环保意识等方面，台湾的学生表现拢正赞摕第一，也对政府组织信任多悬。学者认为，这个疫情期间，学校维持线顶教学，也个108课纲强调探讨研究加实作教学有关系。整个课程的这个结构跟国际议题关注的这些趋势是非常接近的。不过，台湾的学生在校外活动的参加度方面，亲像是帮助当地社区的志工团体等组织，正明显比国际平均大较低。整体的素养教育呢，不会偏颇在只是记东西，或是背诵一些需要知道的。那希望这一些都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变成。可以是行动出来。学者建议学校加社区机构一个产业合作，鼓励学生有更加多元的参与机会，做到服务学习，培养公民素养。教育部也希望透过3级的辅导机制，协助老师增加能力，做到多元文化加性别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嘛是一项排名，这是咱的桃园机场伫2019年的时，伫全世界机场的排名排第13名。不过到今年，咱已经落到82名。有学者就表示讲，因为真侪国家拢趁疫情期间，甲机场翻新来提升服务。不过台湾无把握这个机会，失去这个时机，无去加强软体、硬体的设施，所以学者这嘛是建议讲，咱就要赶紧来引进智慧机场的设计。疫情解封了后，未少民众出国旅游，机场清早出现济人阵。不过，桃园机场伫英国 Skytrax 国际机场的排名，2019年得到第13名的成绩了后，逐年退步，今年还阁落到第82名。处在一个不进则退的状况，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非常多的国家机场重新翻新以及重新定位。未来如果第3航站可以尽快的开幕的话，如果可以用数位科技再去降低旅客出入过程里面的繁复性的话，应该可以减缓大家的抱怨。附近的国家机场成绩拢一起袂歹，尤其是新加坡樟宜配合多功能复合商场，受到国际旅客欢迎。日本羽田机场因应东京奥运整修，扩大综合商业设施，依次伫前3名。有学者分析，别个国家拢伫疫情的期间大幅度整修，台湾煞缀无着阵。
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桃园机场应该要强化智慧机场的概念。比方说像新加坡的一些空桥对接啦。成田机场的部分，比较年纪大的旅客，他们提供一个 AI 的接驳的一个服务在机场内。那桃机其实也成立一个智慧机场的小组哦，在审视自己的一个主计划之后，在研拟这个智慧机场的一些发展的优先顺序。桃园机场在疫情期间人比较少哦，所以样本非常的少，尤其今年恢复以后，应该在今年的评比会变得比较好，他们很有信心。针对国际评分的成绩退步。桃园机场回应讲，评分的内容包括机场工程、医护、清洁，也有旅客服务等等的内容。桃园机场的作业嘛包括防检署、移民署等等公民营的单位，后续会持续改善，以服务第一的角度来检讨和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710朋友。那美国的佛蒙特州柏林顿市25日发生一桩枪击案，有3个伫美国读大学的巴勒斯坦的学生伫校园附近，被一个48岁白人野枪甲因弹着伤。警方伫2日有抓到这个嫌犯，不过即卖还佫调查伊的动机。嫌犯伫法庭顶头是拒绝认罪，即卖已经向法官下令要收押，嘛袂使交保。顶周末25感恩节假期，该当是亲友团圆的好日子。美国福蒙特州小城柏林顿市所发生枪击，3个巴勒斯坦的大学生伫街仔路，予一个白人的枪手连续开4枪，致使3个人吊伤送医接受治疗，其中一个肋骨着症伤势较严重。They were speaking in a mixture of English and Arabic, which is their wont. 2 were wearing keffiyehs. And they had no knowledge of this individual, had not encountered him before. He stepped off a porch and produced a firearm and began discharging that firearm. 警方伫第2天抓到48岁嫌犯伊顿，不过伊对3项企图谋杀罪拢拒绝认罪，犯案动机目前也唔知。法官下令关押，袂使交保。警方讲，3个受害者拢是20岁，有2个是美国公民，另外1个是合法的居民。枪击的时阵，因有带向定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乌白色假的阿拉伯领军。Kenan grew up in the West Bank, and we always thought that could be more of a risk in terms of his safety, and sending him here would be the right decision, and we feel somehow betrayed in that decision here. 被害者家属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当局按受犯罪的角度调查这个事件。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全国执行长嘛讲，反阿拉伯甲反巴勒斯坦的情绪抢权，这个事件正是十分转暴力的案例。按10月初7，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生武力冲突以来，美国各地反伊斯兰甲反犹太主义事件同时阵来增加。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个枪击事件感觉着惊，强调美国绝对无容忍暴力甲仇恨。公视新闻江文编译。镜头来纽西兰伫去年才推出世代禁婚令，就是讲伫2008年了后出世的这囡仔，袂使食薰嘛买无薰。啊，毋过这项禁令即马伫新的政府上任了后，已经随改掉。政府理由是讲，安尼政府会减少新台票315亿的税金。另外嘛，烦恼讲禁止了后，偷卖薰的问题会变严重。食薰会滴到喙内鼻疼，可有薰臭味。薰盒仔顶拢有即款的警告文字，目的是要减少食薰的人。不过，日前纽西兰总理罗克森的保守派政府一上任，就改变前总理安尼丁要予2008年了后出世的人买无薰的世代禁婚令政策。原本的想法，佫规定市面上90%的店头袂使佫卖薰臭类的产品，会当卖薰臭类产品，嘛要减少尼古丁的含量。We've seen smoking rates come down across multiple generations of government. We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We have strong education campaigns. 讲话专家对着禁婚政策的大变化，拢真着惊。因为纽西兰每年大约有5000人因为食薰所引起的毛病来死亡，其中以食薰率上悬的原住民毛利人受害上严重。新任的财政部长威利斯讲，根据评估，若是旧政府的禁婚政策，恐惊会予政府的税收减10亿美金。大约是新台币315亿。总理罗克森讲，政策改变主要是考虑禁婚令会予乌市兴旺，而且乌市阁无纳税金。另外，澳洲卫生部长巴德勒伫2月讲，
除了医疗用途协助解粉的电子烟以外，澳洲明年正月开始会禁止进口一解性的电子烟，因为这款有尼古丁的电子烟愈来愈受少年人欢迎。这是澳洲加强管控的第一步。These are the vapes that have pink unicorns on them, bubblegum flavouring, disguised in order for them to hide them in their pencil cases. This is not a therapeutic good to help hardened smokers kick the habit. This is a good that is deliberately targeted at our kids to recruit them to nicotine addiction and then to cigarette smoking. 伫主要由好亚国家所组成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内底，澳洲是食薰率上低的国家之一。不过电子烟市场快速成长，尤其受到少年人的欢迎。根据澳洲政府的统计，18岁到24岁人口大约有5%食过电子烟。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伊是指名80岁的主播李春基出来曝光，北韩进前发射的军事侦察卫星，已经成功去翕到美国的白宫、五角大楼，也有美军的海军基地、甲美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遮。也毋过虽讲因讲伊有翕到，毋过并无公开这个相片，所以嘛毋知影到底翕有清楚啊无。 평양시간 11월 27일 23시 36분 25초 워싱턴의 백악관, 펜타곤 등의 대상들을 촬영한 자료들을 구체적으로 보고받으시었습니다. 北韓當局為咗監控美國甲南韓嘅軍事行動，上禮拜成功發射一粒軍事偵察衛星“萬里鏡1號”，而被派高齡80歲國家領導人御用嘅主播李春基出馬，宣布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已經收到美國白宮、五角大廈、甲停佇維吉尼亞州羅克克海軍基地、甲西太平洋關島海軍基地核動力航空母艦嘅影像甲相片。報道內底還佫講金正恩真滿意，不過北韓並無公開這批衛星影片。 衛星影像清楚的程度，外界嘛無法度知影。另外一方面，要6年無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北韓的代表支持去參加出席軍事偵察衛星會議，而且真罕見公開甲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互相對徛。So we reject strongly the disingenuous DPRK claim that its missile launches are merely defensive in nature in response to our bilateral and trilateral military exercises. One belligerent part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eatening us with a nuclear weapon. It is legitimate right for the DPRK as another belligerent party to develop, test, manufacture, and possess weapon systems equivalent to tho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lready possessed and or developing right now. 北韓的代表在會中怨嘆講，其他國家在衛星方面的工作並無受到任何限制。世界上無其他國家的安全環境像北韓這樣困難。高正統美國當地用核武來威脅北韓，因為美國的代表講，美方的做法甲北韓無共款，而是要日期甲活動的內容攏有提早宣布，有特別降低風險甲追求透明度。美韓的演習並無違反安理會決議。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 今日國際上一個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韓國甲美國嘅軍方即馬攏表示講，對頂禮拜開始，佇南北韓邊界嘅板門店，因發現北韓嘅官兵開始炸槍咧動敵，這是拍破共同警備區袂使有武器甲武裝嘅共識。來關心芬蘭，昨昏對外宣布，對拜四開始，佇今日因會全面甲。 明仔載，因會全面甲芬蘭甲俄羅斯邊界關起來，關2禮拜，來避免非法的移民對俄羅斯走去芬蘭。邊防衛隊是對外表示，11月份到呾已經有大約900個非法的移民對俄羅斯走去芬蘭。啊，那這個非法的移民，有的是肯亞、個摩洛哥、巴基斯坦、索馬利亞、敘利亞、也門這個國家來攏有。 繼續關心中國烏龍港炭坑發生事故，當地商用煤礦28下晡2點40，因為壓力出問題，全放棄。到昨暗已經確定有11個人過身。這個礦場前一天才做安全檢查，想袂到過長天就出代誌。鏡頭轉來過來，因為咱高雄嘛有一大建案，佇昨中晝是發生公安意外，有一個臨時工咧做地下污水接管工程的時，頂頭煞綁落來，甲人待佇內底。
救出来时，伊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劳工局到现场去稽查，才发现讲包厢根本就无照规定做冻土墙的设备，即马已经下令爱停工，嘛已经罚30万，而且甲头家移送法办。消防人员出大力求索，得拼时间救人。伫高雄新营区民生一路甲文营一路的这个建案，28中昼11点外发生公安事故，建商冒小包的污水接管工程向阳崩塌，当咧接管的38个姓陈的临时工走袂赴，台伫下底。倒落了，我就随跳落，不能硬挖啊，结果我看到会走出来了，不好啊。从下面穿越，在台电的线下面做衔接的时候，低强度掉下去压到这个师傅。这6米长、2米宽、10米深的水管沟，对面和台电的公路相接。当时工人伫台电的公路下对面，台电工地下对大约3米，有地下水渗透的所在，救援困难。消防队用山鸟甲双手甲拖，要几点钟才拖出来？已经无气，送医了嘛是救无转来。埋在土方大概3公尺左右，那我们也有配合这个怪手挖掘它旁边一些土方，配合我们那个特搜的人员一些特搜的技巧，才把它营救上来。调查原因，包厢讲有做安全措施，抑毋过监视画面看到坑道边无护栏，劳工局阁看到。包厢嘛无做更班中回动这寡冻土支持设备。初步调查呢，是发现雇主在从事露天开挖作业时，没有依法设置挡土支撑，这部分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规定。劳工局讲，照这项法命令作业全部停工，采取30万块以下的罚款，而且甲雇主以上地检署追究的刑责。以后嘛对同性质的工程加强立管检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桥头地检。继续关心，咱的国法会有估计讲，咱台湾伫2025年就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即马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就有一份统计，讲咱国内有87%的民众正烦恼家己食老了后有长照的需求。针对住伫长照机构，即马有3个参选人拢有话说讲，因会提出补贴政策。亲像赖清德就话说讲，伊提出一个月上悬会当补助15000块，郭文铁是话讲上济是3万块，侯友宜讲一个月补助2万块。也过即马学者嘛咧问，要补贴的政策，这条钱要对倒位来？台湾2025年就要变做65岁以上人口占20%以上的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一直增加。但是根据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统计，有87%的民众烦恼家己食老以后的长照需求。面对家己的长照需求，也只有1成外的民众认为家己欠有够钱。看目前的长照政策，家长认为中重度的适龄者资源更加欠缺。住宿型机构是不足的吗？有80%都同意，也有89%认为住宿型机构动辄就要3万5万，目前现行的1个月1万元的补助是不够的。70%的民众认为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只能有30% 补助，而且不能使用照顾服务是非常不合理。针对于重度适龄者，家长统计有50%外民众认为大宿型机构较适合因。针对大宿型的机构，3个总统参选人都有提出政策。民进党赖清德提出每个月上悬补助1.5万块，民众党郭文哲每个月上悬3万块，国民党侯友宜每个月上悬2万块。但是学者指出发给政策的盲点，大家并没有交代到底这个财源从哪里来。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政策规划上面，还需要在后续讨论的事情。无论是德国、韩国、日本已经开办所谓长照保险的国家，它的绿色的色块是有的，也就是税收的部分，并不是全部都是黄色社会保险的部分。家长统计有8%的民众认为政府会使比较健保办理长照保险，学者建议除了现行以税金办理长照2.0补助的方式以外，会使以多元的方式保障未来的长照财源。呼吁总统参选人都要对此提出说明。记者郭明水台北报道。那即马咱台湾7个人内底就有1个是老人，面对高龄化的社会，要安怎互鼓励时代行出来接触社会，增加互动，食老嘛会当勇敢。伫新竹的香山，就有社区甲社区内底无咧用的空地啊，即马摕来做菜园啊，互时代普通时啊会当来遮泡豆、种菜、拍纳凉。真侪时代人伫咧菜园内面照顾家己种的农作物。这个空地本来是伫咧停车，
经过社区改资料，变做互大家普通时会当来遮开讲种花草的好所在。是大人抑阁甲家己种的花草买来泡茶煮食，用这种方式，互社区的是大人较愿意出来交朋友兼运动。大家看了足欢喜的安尼，啥做花草后，阁有挽一寡做薄荷咯，转去咱社区会当泡茶，出门来就笑嗨嗨，大家安尼身体拢足健康，大家拢足快乐的啊。即马年岁济啊吼，人少年吼，因去上班，咱爱做咱的吼。即着做咱的吼一寡吼，社区有在上课，有在啥货一寡活动吼，咱爱出来参加吼。社区的理事长讲，用这种方式，除了互社区内面的士大人愿意出来活动，另外也让增加社区的资源，提升社区环境的品质，互里面之间互相交流，感情较好。较早吼，真侪长辈时代吼，拢伫厝诶，咧食饭咧配电视啦。其实吼，迄拢会造成一些老人痴呆症。所以吼，阮鼓励吼长辈行出来社区，来做点活动。即摆阮搭配阮热力的一寡老师吼，会教因一寡课程吼。所以吼，常常动动他的脑，动动他的身体。所以吼，延缓失智老化。市府讲，透过农村再生计划，用来辅导社区。希望会当互更较侪民众，大家做伙来共同参加，为家己的社区发展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早起时爱上班上课，若暗头回去厝就想要好好休困。所以即马台北市的环保局走大声，针对主题区暗时10点到过长工早起8点，若是有开店做生意的，这店头店家是禁止业者去放音乐去插着厝边兜。若是违反规定，会依照噪音管制法要求爱改善，上悬可会当罚到3万块。台北市东区的巷仔，各种凉的好食面和特色的小店一大堆，嘛是真侪民众伫咧下班了后爱去遐啉一杯的所在。但是有真侪伫咧徛街区的餐酒馆和啉酒店，半暝伤吵，拢会影响到住户。像前天晚上我就接到居民抗议的，我们都是以自己去劝导店家，或者通知警察局，甚至于环保局来测音。也有给我反馈意见说，他们在11点之后尽量会把声音放小，预期效果是否达到我们也不知道。台北市环保局统计，今年的1月到10月，餐饮业的噪音定情有1571件，其中897件伫咧徛街区，内面有超过8成拢是第1、第2类的噪音管制区，包括住1、住2、住3。因为安尼，环保局修正规范，暗时10点到长工早起8点，禁止伫咧徛街区使用扩音设施这设备来放音乐，插着别人的商业行为。1、2类的噪音管制区，晚上10点到早上8点。禁止音乐播放致妨碍安宁的商业行为，民众可以透过1999来检举反映。那我们稽查人员都会去现场确认。录音或者说是先拍照啊。一般检举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检举者会留多一点的资讯，或留些电话，我们稽查人员可以跟你去联系。针对餐酒馆吵闹影响到住户，那我们希望能扩大到1到4类住宅。其实整个大安区1到4类开餐酒馆区非常多。那针对修法说，看是否真的能达到改善。规范内面嘛管制使用吹哨hiệu仔的机器来做环境摒扫的作业时段。陈凤里长讲，逐摆有餐酒馆的噪音定情的时阵，业者拢会配合来改善。但是有一寡人客是讲话伤大声，会做宣导。业者若有违规的，依法要求改善，而且会当罚3000到3万。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即马伫市区内底停车格是愈来愈智慧化，也毋过即马高雄的智慧车格敢若1700外个是无够1成，互高雄市机关批评讲进步的速度上慢。因为甲台南比，即马台南的智慧停车格是全国第1，比例已经要到8成。高雄市府就表示，因伫每年会个新增加3300个，伊嘛按算伫民国115年会当完成1万个。一排停车格边仔拢是条仔，用卡就当纳停车钱。伫高雄街路，这种智慧停车格是愈来愈多，目前已经有1000外个。毋过期完这期，并隔壁淡市也是差真多，因为淡市虽望敢若有14100个停车格，其中11000个是智慧停车格，比例是全国第1。翻头来看，高雄全市有54979个停车格，煞敢若1720个智慧车格，才3.1%尔。
交通局表示，目前已经甲厂商签约，明年就会搁增加3300个。那另外东区甲南区这个部分有4900几架这个智慧车架，可能会伫114年来开始。那总共咱是115年会当超过这差不多1万架左右的。高雄市推动智慧车架到搭是第5档，智慧车架煞干那1000外个，不过民众对智慧车架看法不同。有人认为用卡纳钱较环保，有人感觉抓本较方便。有放落车，安尼就互收一个15块，对。我感觉真袂爽啊。这较方便啊，我会使线上扫码啊，缴费就会使开车走啊，足紧的。除了智慧车架，机关嘛表示，目前高雄市公有停车场电动车充电条有201个，是6都排名第4。交通局回应讲，已经向中央申请设置398个条按说明年会完工。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林业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伫2011年时有成立五股湿地的生态展示馆。那去年呢，这个展示馆有翻新，针对这10多年来伫五股湿地有收集到的一寡生态资料，做一个完整的展览场。嘛，重新设计这个展览场。即马这个展览场真厉害，有摕到今年日本和美国的创意设计大奖。记录五股湿地鸟海声音，边也有无共季节生态的介绍。长期的展览空间配合作为影像的体验，这项看到自然的蠕动展览，内容真丰富，非常的充实啊，非常的有趣，而且很多东西都常常更新啊，因为我就住在附近而已，我常常来。足丰富的，会使了解遮的一些一寡鸟啊，个一寡树啊，会使增加足侪对这个所在的地形。即马正伫咧东石自然生态展示馆办的看到自然的律动，甲2012年起行到即马，踮五股湿地收集的生态资料做完整的展示，融入生态教育观念所设计的展场，也摕到2023年日本加美国创意设计大奖。我们去年改善了整个解说设备的环境。那也参加了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比赛，那也获得铂金奖，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东石自然生态展示馆伫11周年的时阵，正式改名为做五股湿地生态展示馆，佮结合环境教育、生态旅游加产业共生的主题，办湿地生活节。希望全民众透过五股湿地看过冬的大鸟，学习自然的生态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亚洲棒球锦标赛伫这礼拜要开始战啦！台北大巨蛋头一场有正式赛，咪是台湾对韩国。即摆有13000张门票，早就已经抢了了啊！三远阁开放3000张，嘛是一时啊就无啊！即摆阁剩1000张，是东港会当排队去买票。也即摆咱台湾队的总教练嘛对外表示，开幕战投手是新生代的球员徐若曦。亚冠赛结束啊！亚锦赛的国手全部拢到。日本29到开幕战的台北大巨蛋来练球。第中日总冠军战摕到上价值球员的投手徐若曦，是第一摆来到巨蛋，一直讲真心息，而且还未正式投球，就发现有一寡所在的适应。后面的那个断层比较高，可能有时候牵涉的时候会突然落差太大。有比较软啦，因为好像其实踩久都会有那个痕迹在。伫投手徛的所在有一寡短暂的争吵，人讲草皮嘛较软，徐若曦认为这拢毋是问题。两队的pitch者林清芬是讲，顶有小可插目，但是空间有够大，无压迫感。伊较注意本垒的后壁外野含盖外口的距离。计划区目前算是一个蛮危险的地方，因为那个杆子离我们比较近，所以会怕会撞到掉。目前可能就是在内野区的话，可能对小球上的一些应付，可能要再加强一点这样子。中心兄弟的外野手陈文杰嘛，伫积分备战，但因知影伊伫台港乡鹰队第2摆的靠边选秀风景去啊，就要离开伫遮已经8年的兄弟队，陈文杰是把考红，感谢球队和球迷。其实还不知道的时候，心里会有点紧张，
但是刚刚消息就是确定的时候，就是有点放松了，心情蛮复杂的那种感觉。陈文杰讲，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心内真复杂嘛，真唔甘。但是各有舞台，都要表现得更较好。即马伊上大的任务，都是伫咧亚锦赛，把家己的实力摕出来，和队友做伙摕到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英国即马传出几若件恶霸犬这款狗仔攻击人的事件，所以英国已经按算对12月底开始，要把这款超大型的美国恶霸犬列入去禁止饲的名单内底。若按算2024年2月份了后，会全面禁止。这个新的法规一出来，是引起真侪民众放杀这款狗仔。有动物机构已经收留240多只这款狗仔。若伫时间内，佫找无人来认养，这狗仔有可能都要互安乐死。这只比着犬去偷情的美国恶霸犬，看落是真有元气。动物祖先机构保育员当咧甲饲，不过伊欢喜的日子恐惊剩无偌济。12月31开始，英国甲超大型美国恶霸犬列作是有危险禁止饲的名单。2024年2月就会全面禁止饲。即马若是有饲这种狗的主人，都爱伫咧期限内申請飼狗的许可，而且若带狗出門，都爱看锁啊，或者是挂狗喙瓮。若無想要飼的，會當透過補助安排互狗仔安樂死。When the law comes into effect, those who cannot be rehomed, unfortunately,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put to sleep. 这種超大型的惡霸犬，體重會當超過60公斤，力頭是真大，會當壓制一個大人。英國真正傳出有民眾去有大型的惡霸犬攻擊的事件。9月份一個查甫人，抑個因為安尼上中不幸過往，引起政府的關注。The American XL bully dog is a danger to our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our children. 首相蘇納克透過影片安大人心，強調會透過立法減少狗仔咬人的事件。不過嘛引起棄養的效應，真濟去互送去收容中心的惡霸犬，真明顯攏出現身體無好的狀況。She was just literally skin and bones, no fat on her or anything. Obviously, she is going to be one of many that we're expecting to come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leading up to December. 目前英國各地動物祖先機構收留的超大型惡霸犬，至少有246隻。年底之前，若攏無人來認養，都愛甲安樂死。We're asking the government, firstly, under pre-protocol procedures, to go back and think again about their process and do it again. And if they won't, we'll judicially review them. 相關團體呼籲撤回禁止飼的命令，得到60萬人的連署，而且喺國會進行正式的辯論。不過，這個命令看落哪像百面會執行。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有當時喺飛輪機場等飛輪機，一等時間真長，就會真無聊，會愈等愈狹窄。也若即馬德國的布蘭登堡機場就發揮創意，用狗仔來做公關，來安打旅客心情。訓練師看到伫咧機場巡邏，吸引真濟人注意。德國柏林布蘭登堡機場2020年開始啟用，不過因為工程延誤，有算超過支出，抑個規模傷細，受到真濟批評。但是布蘭登堡機場正伫咧發揮創意，引入公關狗，互旅客上飛機進前心情會當較好。Die Hunde sind dafür ausgebildet. Ja. Man hat auch sofort einen Blick dafür, ob Passagiere gerne mit Hunden arbeiten oder ob sie einen Bogen machen. Dann lässt man sie noch in Ruhe. Ja. Kommt auf die Frage, was sie hier machen. 狗會當化解人類的驚嚇甲擔心。伫日本的正午3節，依照傳統，若是滿3歲、5歲甲7歲囡仔，佇即間攏愛去神社拜拜，接受祝福，保庇因會當順利大漢。但是即馬少子化，有真濟日本人甲貓狗當做家己的囡仔，會互因穿特別做的日本衫，變一寡裝飾品帶主人來參拜。もうそろそろ初老っていうこともあって、お年になってきたんで、もう。とりあえず一日でも長く健康でいられるように願いを込めて来ました。伫咧東京西南郊區35公里的神社，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會當追溯到6世紀。一直2012年開始專門為鳥狗聽聞服務的正午3節祈福儀式。尤其是日本出生率連續7年下降，2020年創歷史新低。這間神社的最高負責人講，今年大約有120隻聽聞來遮祈福，而且會愈來愈多。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輯。囝生少這款情形，唔若咱台灣真濟國家攏共款，親像南韓真濟少年人嘛是無愛結婚無愛生，所以因的政府即馬就急頭殼步速進展，地方政府舉辦大型的活動，安排上百個無結婚的查甫查某來熟悉，希望會當牽紅線提升生育率。 안녕하세요.
为着放正好听的音乐，佮有真侪鸡龟和野蛋树。野蛋节前1个月过，南含100个查甫查某是增加水水，来小年附近一间真好的饭店，找心目中的爱人。这场联谊活动是行基督城南市政府办的，来参加的大部分是20到30几岁还未结婚的。现场有巧克力豆、葡萄酒破冰游戏，搁免钱帮你化妆。 네, 좀 긴장되고 그렇긴 한데 지금 크리스마스 분위기를 잘 만들어 주신 것 같아가지고 좀 따뜻하고 즐거운 분위기로 네, 끝까지 잘 진행되면 좋겠습니다. 市府安排到这高岗，就是希望让大家结着好缘分，让还未结婚的找到因翁因某，就会加入去礼堂含生囡仔。因为南韩的低生育率已经变作是国安议题，去年生育率仅那0.78，南韩政府最近几档拢想办法，一直催大家生囡仔。第一步就是让少年人愿意结婚。城南市政府讲，这几摆联谊办落来，已经有要100对结着缘分啦。但专家讲，敢若靠联谊，恐惊无法度救低生育率。 물론 이것은 어느 하나로 한 가지 정책으로 이 저출산 문제 극복이 되게 어렵습니다. 굉장히 종합적인 대책이 있어야 되고 그런 측면에서 우리 성남시도 신혼부부 뭐 임대주택이라든가 그런 주택 보급 문제 또 신혼부부들의 또 그런 복지나 参加联谊活动的一寡人士嘛认为讲，是囡仔爱考虑的代志伤济啊，恐惊毋是两个人恩恩爱爱就会使。韩国统计局预测讲，若生育率继续这么低，到2050年，韩国19到25岁这少年人的数量，都敢若会剩总人口的11%尔尔。公司新闻7万2编译。 囡仔愈来愈少，影响的层面是真大。亲像伫日本这20年来，已经有超过8500间公立学校关起来，所以呢，地方政府甲一寡企业就爱想空想芳。有的人是，有的是甲这校舍换做动漫的场景，若有的游泳池即马已经变做水族馆。校门口全是草，公布栏的相片嘛拢反黄。伫日本基督关园内顶的罗久保小学，10多年前因为高龄化的趋势。 学生愈来愈少，最后几十个学生嘛，因为同学伤少来转学，剩一间空啰嗦的学校。日本は全体で人口減少局面に入っているので、ここのように小学校が廃校になるケースはこれからたくさん出てく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罗久保小学不是唯一的一间，过去20多年来，日本人口的老化程度一直增加。目前15岁以下的囡仔只有大约1440万人，敢若占总人口的11.5%。 囡仔少，校找无学生。日本政府统计，按2002到2020年，有超过8500间公立学校收起来。学校收起来，咁就是放伫个趴园。县内町政府认为历史超过100年的罗久保小学趴园伤可笑，决定好好利用有历史感的木造校舍，要予伊新的任務。 日本はアニメがとても人気で、アニメのプレイヤーのコスプレイヤーの撮影会に使ってもらったりとか、あるいはなんだろうな、企業の研修で使ってもらったりとか。另外一间厝城关幸福市的废弃学校，为予企業2015年改造休閒農場。先生方の駐車場を利用して商業棟を建てました。でこれにマルシェ売り場。 喫茶コーナー、2階にレストラン。类似的案例，阁有旧游泳池，予非营利组织改造水族馆，嘛有教室变做客饭店。不过地方政府讲，改变的成本真悬，补贴的经费嘛真有限，干来当地有限的资源，尽力予学校重生。公视新闻7万0编译。 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7度。 外岛18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